大家好，欢迎回到阿美族语言推动组织米沙鲁邦萨一路骂10日学族语拿绘本活动。啊？你说什么？今晚结束？还好，今晚要古安安努马古，一定要老古尼阿罗努马古，不萨古法伊那样阿萨法，自在古法法伊安阿萨法，阿杜卡古。米沙鲁邦萨古卡古伊，提苏伊，我已经在说族语了，那你呢？这是阿素形系这5堂课教会我的事情，简单几句话，让人印象深刻。不知道大家这几天有没有实际把上周我们所学习过的单字以及短语持续应用在家庭呢？米沙鲁阿美山伊达古娃娃一路骂好，每天简单一句阿美族语。跟着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说族语，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听过的话将会陪伴他很久很久，而这些感受将影响孩子长大后对自我价值的认知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你准备好了吗？一起加入我们！哒哒哒！自在，自在，大都萨，大都萨，大都路，大都路，萨斯巴特，萨斯巴特，拉里马，拉里马，阿恩嫩，阿恩嫩，巴比杜，巴比杜，法法路，法法路，萨西瓦，萨西瓦，马穆尔德，马穆尔德。我们上周学习了 Bina 与 Babina 的句型，今天再来跟大家复习 Bina 与 Babina 的差异性。Bina 常用于单位名词术语，单位名词如身体部位，像是眼睛、物件；而量词像是重量以及长度；而数词的一把或是一串，以及时间的日、月、年等，常与疑问词 Bina 的多少、几个来连用。问器官 Bina 古木说努米说 Bina 古木说努米说。问物品 Bina 古 in bit 努米说 Bina 古 in bit 努米说。问水果 Bina 古林古努米说 Bina 古林古努米说。问时间 Bina 古杜基 Bina 古杜基。问价格 Bina 古阿扎 Bina 古阿扎。把 Bina 词干为 Bina， 词的组成为巴前缀加 Bina， 常用于指人和动物，几个或几只，共计多少。对话时会用把 Bina 共几位、共几只当疑问词运用。问多少人 Babina 古代拉爱啊单绕 Babina 古代拉爱单绕。问多少人 Babina 古单绕努鲁马那姆 Babina 古单绕努鲁马那姆。问多少人 Babina 古萨里嘎嘎努米苏 Babina 古萨里嘎嘎努米苏。男士阿美语问多少人 Babina 古马勒嘎嘎爱努米苏 Babina 古马勒嘎嘎爱努米苏。问几只动物 Babina 古西里尼古拉斯 Babina 古西里尼古拉斯。大家有没有开始慢慢学会使用 Bina 与 Babina 的用法了呢？阿美族语区分了物与生物之间的用法，这就是族语珍贵而独特的地方。
学习过程中难免会犯错，但请不要害怕犯错，因为错误学习是学习过程中最自然的一部分。所有孩子生出来都是从错误中开始练习说话。实际上，错误与敢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习族语。要为您的语言学习感到自豪，因为它很重要。赛泽人，阿卡卡达劳，卡拉列，阿美上路班炸。大家今天对于 Bina 与 Babina 有没有更加熟悉了呢？影片最后，老师出一道题目考考大家，那就是 Bina Ubarwa Meluma Isu。Bina Ubarwa Meluma Isu， 请将你的答案在底下下方区留言，告诉我们哦。让我们一起说族语，阿来哟！我们明天见。